平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刘应验牧师。11月20日，神选之王，天国的价值。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20章 ，RPG 我们的金句记载在28节。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伺候，而是来伺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一位艾文麦买努斯，这也是一位作家，最后一件他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一个管理大师。他这样鼓励在领袖高峰会议的时候，他这样说：自由在惧怕的另一边，伟大在痛苦的另一边，未来在失败的另一边。今天我们的经文也来改写一下这句话好吗？就是天国的价值在神要我们走的另一边。神要我们走的价值在另一边，那么可见我们现在很有可能是在天国价值的路上，虽然是另一边，但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往前。就像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一样，即便我们现在还不明白完全是两边，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昨天我们有读到这个经文，因为神拯救的意志力计划一定会成就，即便我们今天还傻傻的我们看到今天经文葡萄园工人的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真的是，如果用我们现在这世上的这个价值观来算，你几点进来工作，我葡萄园的主人去请工人，你早上9点进来园里工作，跟下午12点跟下午3点来，那么我们会怎样？我们会觉得说，你进来工作的时间不一样，我当然给你不同的工资啊。但这位主耶稣他说的这个比喻更妙的是，既然他要发给他们工资，如果他先从早上9点就发给他们，那么就走了，那他也不会看到12点跟下午3点竟然他们领到的都一样的钱一样我们脑中有没有一直出现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信靠的耶稣，他就是王，他教导我们在他天国，在他王国里面，上帝国里面的价值，他告诉我们一清二楚，不怕你知道，怕你不知道而已。所以如果我们是9点进来的，跟12点跟3点我们一样会得着拯救，但不同的是，我9点进来我就安心了，我12点进来跟3点进来的当然不一样。我想我们年轻人比较能够理解，或我们家有小孩子的在考以前呢现在应该也是我们在考国中会考，或者是这个所谓的考大学的考试的时候，学测有人可能用这个所谓繁星计划，可能2月底就知道我9月我的学校。那么请问2月到9月我已经确定，譬如说我已经确定是台大医学院，我在这当中我就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我很安心。但如果我是到7月我才考，是在考过，然后快8月才放榜，我考上台大医学院，这当中有6个月，有一样吗？虽然他们到最后都是读一样的学校。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比较早领受神的恩典，真的很宝贵。昨天叶牧师讲的那个我的好朋友的那个例子，
他的妈妈很懊悔，说他怎么那么晚才得到这个福音。其实他是一直抵挡啊，他的眼睛也是被遮住啊，没有那个眼光啊。等到他老了，生了一场病以后，才说我怎么现在才得着这个福音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价值我们看见什么？耶稣一再第3次预言，接下来他说他即将面对的是要被卖，然后要被判死刑，交给外邦人，钉十字架，第3天将要复活。我们听到我们最亲爱的老师，我们最敬佩的，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眼光，只停留到他第3天他死了，然后没有听后面第3天他要复活，那么我们大概就会阻止耶稣去走这个苦路，或者是我们连看都没看到，听都没听到。耶稣其实已经3次预言自己的事，但是不想听不想看，只想要自己幻想。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西比泰的妻子带着2个儿子来见耶稣，向他下拜，请求一件事，说主啊，你若当做王的时候，让我2个儿子，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啊。耶稣是当王了，天国的王啦。但我们求的是什么？像这位妈妈一样，母亲一样吗？如果这个母亲知道要做耶稣的左边右边是要吃苦喝苦杯，那我们还会求吗？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耶稣清清楚楚的说明白，讲清楚那个价值观是什么。耶稣说，你们知道这世上的人有执政者管辖他们，有领导者支配他们，可是你们却不是这样。你们当中谁要做大人物，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谁要居首，谁就得做你们的奴仆，正像人子一样。他不是来受人伺候，而是来伺候人，并且为了救赎众人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跟他走这条路，因为这是他的价值观。我们如果没有现在有这个眼光，或没有明明白白知道跟随神的人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当然这个代价背后有那个价值，就是永生的价值，还有我们跟随神，神要在跟我们算账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死，身体的死，但走上了永生路转变，神要审判，有一生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的时候，神要说你是忠心良善的仆人，这就够了，而不是我们白白的领受，然后坐在那边等死。英一牧师要说，在坐在那边等审判，神要说什么？懒惰的还是忠心的仆人呢？我们现在就要决定永恒哦。我们或许觉得跟随神很苦，人家都好好的生活，当一个平常的一般没有什么责任的啊，我为什么要当核心同工？我为什么要起来服侍神，服侍神的教会，服侍神所托付给我的羊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跟随他的我们也可以有他的权柄。
就像最后这个经文说，两个盲人坐在路旁，一听见耶稣经过，就大喊：主啊，大卫之子，可怜我吧，可怜我们吧。耶稣停下来问他说：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主啊，求你使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耶稣动了恻隐之心，摸他们的眼睛，他们立刻看见，就跟从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工，我们的眼睛盲了吗？或许跟叶牧师一样，我们的眼睛白内障或被现今的骄傲也好，肉体的情欲也好，遮住了我们的视线。主要问我们：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恳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回应神说，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也能够看见，属天、属灵、属上帝国的眼睛能够看见，然后我们立刻就能看见，而且就起来跟随耶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默想，天国价值观对我的影响有哪些？面临两难间的选择，用天国价值观来衡量，最困难的是什么？我们要从哪里来开始实践符合天国价值观的行事为人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我们是属你的儿女，我们在地上要活出天国子民的身份跟影响力。恳求你赐给我们新的眼光跟谦卑的心，以天国的价值取代我们里面那旧有的思维，让我们随着主你，跟随你来，我们能够成为主你的门徒，尽心尽力来活出我们的每一天。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音乐牧师祝福我们今天要活出天国的影响力哦。我们下次见。